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4月13日，当熬不过时，就来祷告吧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19章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19章25节。应叶牧师先来读现代中文译本。但是我知道我的维护者活着，他最后要为我伸冤。和合本我们比较熟的哦，这样说：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救赎主活着，其实那现代中文译本我们可以更明白，就是我的维护者哈，他要为我伸冤的哈。感受到上帝的呼声，我们有庞大阻力，因为我们的领域正在经历极致扩张，仇敌发动了极大的阻力，让我们退后。在这打压与阻拦的过程中，我们内里的战士之魂要被呼出来。我们的生命正在扩张，仇敌很是惧怕。这扩张将领我们进入全新的开端。他呼召我们跟随以马内利，而不是跟随一本手册。我们今天来到了19章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，真的是感受到约伯快熬不过去啊。他回答这样说：你们搅扰我的心啊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？现在中文说：你们为什么无止境使我悲伤啊？用言语一再的折磨我啊！你们不停的侮辱我，你们虐待我，却不觉得羞耻。纵使我有错，我的错误自己承担，你们自以为比我良善，把我的祸患当作我犯罪的证据。你们看不出来这是上帝的作为吗？他张下罗网来围困我，我喊冤叫屈，没人要听；我要求公正，没人听我。上帝拦住我，无法通过。他使黑暗笼罩我的去路，他夺去了我的冠冕，破坏了我的名誉。他从四面八方攻击我，他连根拔起我的希望。上帝向我愤怒，把我当作是仇敌呀！上帝使我家里的人都背弃我，我所熟识的人把我当路人，我的亲人都离开我，我的朋友都忘记我啊！连居住在我家住客的客人都把我当外人啊！我呼喊仆人，他们不理我；我向他们求助，也不理我。我的妻子不能忍受我的气息，我的亲族不愿意走近我，连儿童都嘲笑我。我一起来，他们就侮辱我。哎呀，真的是很痛啊！连最亲密的朋友也是，哇，这个真的心很痛。到了25节，我们看这位约伯，他说：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现在中文译本说：但是我知道我的维护者活着，他最后要为我伸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伯的境况真的是使我们正在熬不过的人有一个情绪的出口。我们有时候那种怨气，那种苦毒，到我们要这个爆炸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几天都在讲蔡茂堂，我的老师，他的经历其实他曾经分享过，他在青少年的时候，其实他脾气非常不好，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有一次他气到他要拿那个刀去砍人气到这样子。幸好他的妈妈很有智慧，
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，然后门锁起来，直到他气消为止。当然后来慢慢的在他身边里，不是只有这些教会里面贬低他们、看低他们、对他们不公义的这些人，在他身边也有让他很惊讶、很安心的、很疼爱他们的。他也搞不懂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无私啊，就是兰大卫医师，他们夫妇总是招待他们这些青少年，每个礼拜天晚上带他们，请他们到他们家吃饭。哇，过去能够吃这个国外美式的餐点，哇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！那个时代，而且他家真的是很穷。但这个兰大卫医师跟医师娘，他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他们来吃饭的时候都不能讲 No Chinese， 因为要训练他们英文啊。来家里吃饭，但他们讲英文，也教他们。他回忆说，每一次要到注册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兰大卫医生骑着他的脚踏车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知道兰大卫医生其实他把他所有的收入都捐献，他自己是骑脚踏车，然后就每次到了注册就骑脚踏车到他家，拿一个信封给他爸爸。他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然后就离开。每一次注册的时候，就看到兰大卫医生来到他家，然后就拿一个信封。直到他父亲过世之后，他看到那个信封都还留着里面的字，给茂堂读书，他是一个能读书的，这一点请给他注册栽培他，真的很让人感动。所以蔡茂堂牧师他经历了2股力量哈，前几天我们看到那个是好像不是那么好的力量，一样是基督徒，在教会中被看不起，但兰大卫医生无私的爱。他很奇怪，说怎么会信同样一个上帝有这样不一样？一个是无私，一个是自私，以至于他一种心说我要追寻，这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人可以无私？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的父亲真的好事都轮不到他父亲的身上，虽是一堆，但他仍然坚信。于是他在这位神的面前熬不过时，就来祷告。今天我们连接了这个诗歌，十字架上他说，高高立起的十字架，父将我罪挂上，从此以后只需仰望，罪就得释放。你是我灵魂的救恩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拒绝恶者控告谎言，宣告我经公义。我相信我不会忘十字架上你永恒的爱，天天带领我脱离羞耻与捆绑。我不会忘你无条件的爱，使我充满盼望，怜悯降下，恩典永留在全地。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来默想，在约伯那个时代人对身体复活的事情还很模糊，但他竟然能够那时候就能够希望生前虽然不能平凡，死后可以来辩驳的机会。他的希望是否是还是成楼呢？还是约伯所说的救赎主在新约中有出现呢？这位救赎主是否也是我的维护者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你是我的救赎主，你是我的维护者，你给我永生的盼望，你让我感受到你的爱，因为我的罪
你已在十字架上为我付出，我已经从罪得释放，我能够拒绝恶者的控告谎言，宣告我因信我可以被算为义人，因为你的拯救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而且你应允不离开我们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不管什么情况，我们靠着主，我们都能够熬过去，得胜有余哦。我们明天见。